各位香港街坊，大家好啊！又係我阿榮，中澳和悅親府依家又有新搞作啦，首期5萬就可以上車，3房單位，而且嘅話咧，依家係有全新嘅單位加推嘅，79平方、88平方、89平方、108平方，仲有咧最大隻嘅單位159平方。咁依家榮所在嘅位置咧就係到中澳和悅親府嘅園林，睇下小橋流水，好舒服，而且咧樓價係非常之闊落嘅，仲有商業配套啦。5分鐘 QQ City 每日乘多匹，樓下就有直通巴士翻到香港太子荃灣站嘅。好，事不宜遲，咁依家想示範單位89平方嘅3房2廳2衛。而呢個示範單位咧，俾我感覺係非常之唔錯嘅，因為好少有做到89平方嘅南北通透嘅，而且係雙陽台。到時候收咗樓都可以按照示範單位工人之設計。對開就係房間啦，攝影師。右手邊咧就係光濕分離嘅衛生間，第一個房間，第二個房間，最後就係私人房啦。依家過到嚟159平方嘅示範單位啦，而且佢呢個示範單位咧，有發展商交付標準，睇起嚟係非常之精神嘅。好，先睇一睇右手邊嘅私人房嘅，係擺咗一張1.8米嘅床，而且咧係配置有衣帽間嘅。對開咧就係光濕分離嘅衛生間，哇！攝影師睇一睇，仲有浴缸。咁對開啦，呢個就係大廳嘅位置啦，好闊落。呢邊就係 BB 房啦，都係擺咗一張1.5米嘅床嘅。右手邊咧都係光濕分離嘅衛生間。最後一間就係私人房啦，而且咧都係配置有衣帽間嘅。OK， 咁依家示範單位就體驗咗啦，有條燒嘅就WhatsApp 零仔我啦，並且 send 一份詳細嘅資料俾你。